今天呢，我们在这里跟各位分享关于龙清巴大师的一个故事吧。那龙清巴大师呢，在藏传佛教高僧大德当中呢，就是非常非常著名的一个大成就者、大学者、传承祖师。根据巴珠仁波切的说法龙清巴大师和宗喀巴大师还有萨迦班智达这三位大师是藏传佛教的三大文殊化身。尤其是龙清巴大师呢，在这个藏传佛教宁玛的这个传承里面，他是无与伦比的大圆满的这个传承的代表性人物他其实是完全是代表性人物的。龙清巴大师为什么那么重要呢？因为龙清巴大师有大量的著作，还有他的智慧的境界是不可思议。更重要是自己本身是获得极生成就的大圆满的成就者所以这个成就呢，就是带来了无数个后者，就是学习大圆满各方面当中呢，就是龙清巴是所有大圆满传承的一个精神的一个象征。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这个藏传佛教的人物呢，叫做精密林巴大师，至少在宁玛传承里面呢，也就是非常著名的一个人物。那现在呢，在藏传佛教宁玛传承的这个六大寺院呢，各个的这个系统当中呢，也就是所有的这个大圆满的主流的传承呢，其实是来自于精密林巴大师。但精密林巴大师他自己是有自己的一个复杂的体系，还有特别的一个大圆满的一个教法的一个系统。这个系统又是来自于谁呢？就是龙清巴大师。所以整个呢，就是精密林巴大师的这个教法传承的名称呢，叫做龙清宁德。宁德就是薪水、金药那龙清就是龙清巴大师。也就是说呢，当时精密林巴大师在三叶的一个山洞，就像这样的一个山洞就是在这个青浦的一个山洞里面，他连续闭关了3年。3年当中呢，第1年获得了龙清巴大师的神的这个加持，也就是献身了龙清巴大师。第2年呢，获得御加持，也获得了受记，获得了这个鼓励这个精密林巴大师也要写像功德藏等等的著作。第3年的时候，获得了最殊胜的义的这个加持。所以呢，就是其实精密林巴大师呢，就是龙清巴大师的就是无如别的这样的一个大师。所以也是这个无论是从精密林巴大师的传承的角度，或龙清巴大师本身的这个著作和实际种种的原因，也就是龙清巴大师是无可取代的一个这个大圆满的传承祖师。更重要的是什么呢？龙清巴大师他自己有一个叫做这个宁特、不玛宁特，还有看住宁特，也就是呢，就是不玛无辜不玛没扎，就是无辜有尊者的这个大圆满的一个传承，还有就是莲花生大师的这个大圆满的传承。这2个大圆满的传承，一个叫做不玛宁德，一个叫做看住宁德。看住宁德就是空性心水，
密码心水和空心心水。这两个呢，就是这个一个呢，龙钦巴大师呢，从他的根本上是叫做拉玛古玛然扎，拉玛古玛然扎上师古玛然扎那边得到了这个大圆满最主要的这个传承。后来他也得到了这个他自己的这个属于自己，其实这个复杂的这个看着你的就叫龙心心那个空心心水的这个传承。后来呢，就是龙钦巴大师呢又写了一个，主要是这个关于主要实修方面的很多的大量的一些著作，还有呢就是整个大圆满、整个纠正次第。整个的这个佛法体系的一个阶级就是这样的一个大著作巨作，就是叫做这个七宝宝藏论。而且龙钦巴大师呢，现在呢，在这个藏地的像冈日托嘎三义群普都是龙钦巴大师的最重要的这个圣地。除此之外呢，在不坦是更重要的。所以呢，昨天我和一个不坦的一个大干部，我们也这个专门呢，就是也就在用藏文录制了这个龙钦巴大师的一个奠基，因为他是在不坦的龙钦巴大师的最主要寺庙的这个主持。所以呢，他也说了，其实呢，在不坦这个地方呢，曾经呢，当然有来过莲花生大师。最近有一个不丹的一个年轻人，他在这个好像是在一个西方的一个大学读书，然后后来呢，他学了一个有点像剧本这样的一个舞蹈他整个就是这个舞蹈里面描述了这个不丹的这个整个佛法和历史的这个元素，就是整个的一个内容。那这个里面呢，就是第一出场的是谁呢？当然是莲花生大师。第二个出场的是谁呢？就是龙钦巴大师。因为什么呢？龙钦巴大师呢，就是来到了不坦，在不坦待了就是应该是10年左右的一个时间。那个时间呢，就是不坦呢连续在这个7级半的，就是这个龙钦巴大师建了这个8个以上的这样的一些闭关中心等等的这种这个佛法的这个场所，也可以说是一些寺院，这是一个重要的。再加上是什么呢？就是再出场的是叫做贝玛林巴是一个不坦的非常著名的一个这个扶藏大师。但是这个贝玛林巴是谁呢？是龙钦巴大师的转世。然后贝玛林巴他呢有他自己的一个怎么说呢？就是这个因为他是一个一切是传承，所以他整个现在不坦的王朝的整个的这个王室的这个他们的家族是什么呢？就是贝玛林巴的后代。然后后来有了这个感觉派的这个像中央南边，那当然是非常重要的。然后才有了现在的这些几位这个不坦的国王。所以其实在从不丹的历史的角度来讲的话，整个不丹的人文佛法传承，整个的这个现在的一些各方面的一个宗教和整的一个体系的一开始的来源和龙钦巴大师是离不开的。反正呢，龙钦巴大师后来呢，就是在3月前部圆寂呢，就是这个藏历的每年的12月18日是龙钦巴大师圆寂的日子。为什么圆寂日子那么重要呢？那个时候龙钦巴大师呢，就是从这个显现层面来说，他离开他的肉体，他的精神，他的真正的这个内在的智慧，彻底的这个融入了母子相遇的一个大智慧的一个状态。永远不变的一个大智慧的状态。所以呢，这个就是对这个佛弟子，尤其是追寻大圆满的人来讲的话，特别重要。所以我们也这次节目就是我们要一起来这个祈祷龙钦巴大师，学习龙钦巴大师的这个仙女精要，就像这个七八宝藏论，还有这个信心修习论等等的各方面的这个龙钦巴的著作，都是我们应该就是好好的学习。这个其实是对这个纪念龙钦巴大师的最出生
最重要的一个方式。感谢。Namo